会卖偏东。对，便当店。对。难怪还有练过，因为你看他的身体多厚啊！我可以说他胖没有关系。脱掉。我从台湾放屁在一起好有压力哦。你小时候是不知道他会超过5斤，所以弟弟叫做长袜。没有叫长袜，5斤长袜。是啊。好，我一戴手套。好，该拿吹，有得来。平常在家里周吹都会这样碎碎念吗？唔係，富橋，馬雞最有名。中白腔。好啦，除了中白腔之外，他就你还真的以为很会接。对我比较没信心。哦，对，你是。其实我刚才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你做了什么。我猜拳都有赢哎。哇，金款呀！哇，这边也是认真的男人哦。哎，解放呢！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腔。哇，今日來到新竹嘅富橋，聽講富橋老有特別嘅關係哦。政府應該嘅宗祠是喺度富橋啊。張六合如果講日版，然後那個宗祠的族譜又拿起來了，這樣。所以你當年都會多種有特別瓜子。不但講是喺當年哦，他就每一個季節1年大概要拜好幾次，都會去到湖口。真的。所以今天我要看一下，今天來賓應該就熟悉嗎？哦，真的嗎？對，看看有沒有認識。好哦，好哦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師傅盧尊炳盧師傅。大家好。盧師傅你好，還有非常熱鬧嘅金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鳳妹，大家好。哎，是不是换秋季之后，你们的制服颜色也变了？哎呦，对，真的吗？有变比较厚一点。我们也开始有点冷。你们应该也是要开始对，开始要慢慢看。我弟哈，这个指定的食材会不会也变一下？换季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來哈，這個既定的 SOP 係咪撈睇下菜式用嚟下咯？好，哇，豬煙，哦，快菜，快菜，這個是香菜，炒，還有竹筒，圈做的，我們今日愛煮天嘅料理是係香菜豬血湯。哦，真的是要來煮湯的。安堵喉呢哈？對啊，變天，走在令下。哦，對耶，笑嘅哦，令下嘢哦，凍送快嘅。好的，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富橋蔡天然，我們分享到啲用的表兄弟哈，是我們的陳青，還有我們的昶均。哇，還有非常燃到哦。可以哦，還有很好燃到我來咯，咱吹嘅5金，還有岳雲姐。第6係媽媽撈來的哦。哇，哎，我們真厲害，因為我們的每次都會節目當中都放送說，歡迎大家來挑戰張伯謙，他真嘅有你了耶，昶均就是主持人。哎，你沒有走主持就做主持人啊？走朱麒英。哇！他厲害，我表哥他也是電視台當主持人，也是當主持人，對呀，給節目主持有興趣冇嘞？有興趣，那個工作人員待會聯絡方式不要留。陳青聽說，你有對佢賣偏東？對，便當店。難怪還有練過，因為你看他的身體多厚啊！感覺可以一次拿10個鍋子。可以說他胖沒有關係。好啦，有心情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今天都放題吼，媽媽鬧吼，來個強下來煮菜比賽哈。啊，你們兩個聽說有一個人跟料理很有故事、很有關係，是哪一個？來，有沒有是做什麼的？我工作現在目前在飯店。關店。還做哪部分呢？法國料理。法式料理。那你今天有帶自己的盤子嗎？沒有。會啊。好了，今日帶媽媽來吼，你看5金哦，很厲害哈，這樣媽媽應該會很好厲害哦。我們很期待哦，一定要比便當店的厲害哦。好，今日就醒醒嗎？有。馬上我哋自行提這個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
两喙伫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選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美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喙嘅小喙種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來到副橋我教馬家咧，我指定好了，等一下我教海菜傾好咧。好啊，可以啊。海菜傾做得吼，做得。要練習吼。有。好。我是安用，我先讓你對戰。OK， 你好意思贏嗎？哎，學姐你好。好 OK， 好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哎呦，一家之主愛輕巧。Q 冇 Q？Q 都冇 Q？Q 冇 Q？你看這 game 變天呢？我可以不換啊。哦，好，那換我了，對不對？對。Q 都冇 Q？好，我輸了。哎呦，我哋做就好哦。 OK， 好，可以，我輸，我認。你好意思？唐公也係遊戲王。你每次亂給，他亂關。他是杏壇主唱。係重過，唔係遊戲啊，撈遊戲冇關係。好啦，準備開始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場均先開始。一家之主愛輕巧。Q 冇 Q 用。 Yes， 耶！好。 因為該下係你讓誒，但是贏的要跟贏的對戰，怎麼得讓別人免簽出球哦。哦，好，我們來加油一下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快手。一家之主愛輕巧。Q 冇 Q 用。Q 都冇 Q。 Q 冇 Q。 Q 都冇 Q。好了，這真的輸了。你 Q 回來啊！好了。 雖然今場比賽咧，他呢就都用矮料吹先開始哦。等一下，然後先來再負責做第一棒，這要怎麼切？切花。好了。花。好，走對了，走對了。開始。這樣嗎？哇，棒！太優秀。哇！哎，場均來評分一下。這一定是超過100分的。這個厲害，這個厲害。這個未來娶到就幸福了。真的。我第一次變那麼熱銷哎。好，首先這樣就可以了。這樣就好了。這樣就好了。這樣就可以了。不是紅豆哦。難食。那你帶那麼多來幹嘛？這個2顆，切去頭去尾。要切片還是切末？哎，把 piece 好。先拍它。啊 ，go， 打八槍。go， 上進平台嘞。 脫掉。對，哎，咪脫掉。從條他鐵皮爆皮啊！爆皮啊！然後呢？劈個白鐵。好，可以啊，放旁邊。然後我們來這個。幹嘛改？這個酸菜。哦，你要切怎麼樣？2片。好。切什麼？片。隨便你切。絲還是片？都可以。隨便切。冇時間啊。對，沒關係，先休息一下。學姐永遠是對的。好，先勾起來還哦。不能動哦，還不能動哦。不能動哦。輪到我咧哦，先問一下媽媽吼，那先做嘛解？切鹹菜。鹹菜剁香嘅切，碎碎嘛。好，碎拼開。技師開始。是。入撈嘅趕我分開嗎？一條木誒。好。兩枚。好。切下多啲位梅。哦，因為我怕切太多要帶回家。這是你切卡不卡座位嗎？鹹菜。這個還做的嗎？切卡不卡座位。對。哇。再細一點。太細一點。安勇做得嗎？做得。誒，有經過應該看一下誒。差不多。差不多了，該加薄嗎？這個葉子要嗎？葉子也要一點。哎，媽媽講唔會誒。哎，你們先討論3分鐘。哦，有嗎？一點點了。一點點。要聽媽媽的話，要聽媽媽哦。也是切差不多嘅太小。還會嗎？還要嗎 ？OK 了哈。好，還會切嘛？切嘅。該快菜哦。挑梅係嗎？挑梅。我剛剛說沖點，然後武金說呀。倒數啦。差不多可以了。 8、死了7、好嘞，不用2、4、4、4點多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就是這樣子，這樣。兩下嘅時間吼，你兩三個時間做向下做。好，來，繼續繼續一起做。是。哎，你昨天老大家講一下，你係哪一個飯店的？那個是走四川的呀。對。嗯。啊，媽媽，你是欣賞還是？向下走，一起做。可能他動比較快。哦。豬血會先殺過哦。他燙過。為什麼要先燙過？因為要那個
还会有一种血腥的味道，对，鸡会所以要先把它烫过。是。对。那桶改须这些藕干米酒要干嘛的吗？要加什么吗？烫的不用。时间到，可以开始做喽。开始做了，用清水来桶了。哦，还换地方，煮汤跟烫的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不一样。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油葱。也是用红凤葱，对，红葱头的，注意你几个做呀？几个做？好，好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等一下转过来哦。好。那叫先留起来嘿嘛？哦，先留起来哦。好。哎，佢真件係好數腳誒。哎，场均全模表现哦。唔是啊，我旁边做法拼哦，你主持人，现在给你主持好。不会死猴嘞。那我就先休息喽。你可以休息很久，可以休息很久，休息到第10集。你今天就真的都不做吗？我会啦。等一下，我们第3阶段我们也是有棒次嘛。哦。现在没有棒次哎。现在没有棒次。我听他的指令啊，其实。好。那我们看另外一边。哥哥，如果你赢的话，钱就全部带回家。你小时候是不知道他会超过5斤，所以弟弟叫做常旺，没有叫常旺，5斤常旺，是啊，对我比较没信心。哦，对你是。其实我刚才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你做了什么。我猜拳都有赢哎。我怕搞砸了。哥哥，如果你赢的话，钱就全部带回家；如果你输的话，锅子也自己带回家。好，那边孔盖点。你好累啊！哎，你没同桌，你们可以做啊，一起做。国王的猪血汤吗？好了，对，好累啊！哎，好了，才调味料就会啊。哦，安家了。哎呀，那我们来访问一下妈妈，你刚才做了吗？该。啊，你做嘛个东西？俺没做嘛该，俺来做。你就是生对儿子就对了。对啊。你那个名黑嘛该谁取的？可是他超过5斤呢。你取的？你取的。你小时候是不知道他会超过5斤，所以弟弟叫做常旺。啊，弟弟叫做常旺。弟弟没有叫常旺。5斤常旺。是啊。好，你有起梅头吗？7块，7块。调味料就好了。好。你有起梅头看了吗？那我们来调一下好不好？我开钱。哎，开油葱尾干吗？最后才加。最后。好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了，要加了。对。好。时间未到了，时间未到了。有计时啊哈，时间快到了。哎。看到没？要不要拉一拉？白胡椒。哇。这个在家里有做过吗？有。家就做过。没有常做。是有做过，大部分都是外婆卖了选哦。没，那不敢煮，我煮。哦，不好。妈妈煮。哦。好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你要孔盖片了哈。好。哇。你好嘞，好嘞。我们已经吃掉一半了。对。有哈。难怪孙难烧。这个最主要是这个一口汤。好，这个。油葱，我们有带油葱，你看。是刚才那一块，是刚刚那一块油葱。这是哪一块？这个是他的手。哦，酱瓜。酱瓜。我们客家腌的。哇，非常姜冬瓜吗？非常姜冬瓜是不是？他弄的。酱冬瓜吗？陈清哥是你自己用哦。黄瓜。没有，这个是那个。冬瓜嘛。对。冬瓜非常赞。不过俺冇食过吼，就加个酱瓜的猪血汤诶。可以了。跟梅头有可以上了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走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拿出来试试看呐，体育馆地图，咱要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好嘞，呀个煮瓮的桶啊，在我们客家庄里面，这煮瓮的桶要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炒面啊，炒面今天会配。对。啊，今天就是少了这一位。没有，就赶快先吃吧。来。我们这个有秘密武器哦。我听到陈清哥发出了一个声音。动好水。来。岳云姐呢？觉得不错，它有独特的味道。不过要有比较才知道。然后也是朗靴了，吃康纳。来。好期待哦。哦。怎样啊，哥哥？
东河色，动火是。因为哈各有各的好处，所以等一下比个东西动作啊，它就有切工啊、切工，它就该注些哈那个腥味有没有去得够，它就该痛了。因为我们的ham菜哦，我们但讲就该这个筋饼，它就软，它口感没冇強濃。身體嚟講後呢，身體都受耐起來耶，太好了！現在就先請你盧俊斌盧師傅搶分數。恭喜！哦，唔怕，恭喜哥哥！搶分數。怎麼係兩隻公來，盧師傅你說說。其實用嘅你梅頭，你一到時可能正差到有點該上怪鹹梅啊，哦，有該鹹梅樣嘢，哦，所以可能會聽過嘅煮起嚟係梅頭樣嘢，所以梅頭好沖一啲啲，一到時可能好淡啲樣嘢啦。戚師傅，哦，我想講係從嘢煮嘅煮起咁好傳統啊，是冇變物嘅東西，是我個人好中意，是好傳統嘅梅翅。啊，你一邊梅凍梅頭凍好，跟煮起你冇十度凍好，都好吃落去，唔會要加梅頭吃到凍好，梅做到凍好。好的，不過呢，剛剛條前啊，都會比賽做料理的時機，看兩組做料理都是一大享受，因為都是兩個大廚都會做料理哦。但是呢，兩組大廚先休息一下，待會可以哈，我左手邊這個盧俊斌盧大廚呢，帶了媽4個料理搞睇咖喱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盧師傅帶了4個料理，咩係當澎湃，菜名係乜嘅咧？鹹菜煮蟹煎麵線。用煎的，那一定很香哦。今日就準備嘛個食材。今日準備麵線，咁你要先煮過，通過咧，以後那塊去來煎起來樣嘢。好，還有咧煮蟹、鹹菜，還有準備豆腐。哦，先泡過嘅哦。誒，泡過嘅豆腐，還有牛，好高牛啊片一份，還有咧沙茶醬、辣豆瓣，好韭菜，還有辣椒嘅配色啦，好蒜頭麵樣嘅。好，好，等下是先來煎咧麵線。你洗沙就馬上食過麵線用煎誒，麵線用煎的吃過的舉手。吃過。哦，岳雲姐你是食過？我是用炸的。哦，炸的也可以嗎？沒做的。像個哈金絲產蝦啦，係冇？沒有。咩啊？就像安用要麼一隻啊，燜麵粉。嘿，來鋪。哦。凍落去。燜粉係好夾啦，所以有一隻。皮切切樣嘢啦，我哋今日摸住直接表下伊，輕輕的煎啊，莫緊痛佢，會幫佢定型，等下要拆嘅長得變過來。火候呢？火候中火，很多中火。然後做乜計？然後我哋就準備來做咧醬，好醬嘅部分，跟大等下先要醬做好淋xong一樣子好咧。你點冇用香油，因為愛等下要用個沙茶醬，加多半，你地板全要油，所以開始冇用香油。好的。最重要還有豬肉沒有油，所以開始冇用很多油。豬肉裡面自己有油啦。哎，豬肉那道油，所以不用太多油。哎，應該高牛哈，它不是很細的那個，對不對？要醋誒，醋有顆粒，所以我哋東西準備好，全部誒沒有一隻顆粒，隨時冇到香油。好，東西搭配全部都注意。炒過咧以後，還有一隻香梅嘅東西咪當用啦，鹹菜。像誒我哋係鹹菜，叫可能浸水浸到香油梅頭冇睇。我哋也是小哥切好或者洗水一下時候咧，好，所以等下去看看我哋鹹菜，好當香。所以炒嘅步驟是係該高牛炒到半熟啦，將表到該鹹菜地度哦。鹹菜咪要幫佢炒香เลย。哎，我覺得你切的鹹菜非常的得我意耶，好整齊哦。你也師傅誒。對。東西我哋從啲紅菜用半切，是叫佢切到長樣，全部東西是會偏太細。東西啊炒好是就會崩盤的啦，嚇。然後咧，挑豆腐。煮蟹。哦，大粒切切的香濃太細呢。哇！誒，因為散體咯，該煮蟹。因為我要先燙過咧。好，俾隻空出來。我做乜嘅？呀，香梅好來源是對到呢度沙茶醬。沙茶醬。調配沙茶醬，梅頭冇強咯。該啲要幹嘛嘅？呢個係秘方。秘方啊！我哋是用一般我哋可能市售嘅沙茶醬，佢會切架，學架掉個可能蔥頭啊、蒜頭米啊，嚇，嗰個白個。
如果你已经有加那个蒜蓉了，还要再加蒜头米哦。该本来做沙茶酱的时间改，后咧离火，炒咧酱些要离火放去炒，也香味让会出来，啊，咱们会抽薄辣，好离火，放去酱的炒散开来，好棒哦，好香哦。等到整个边面的哦。好，了到可以啊，好，等下放去煎到有擦擦的样子，劲风那种。来蒜泥，最后因为它已经搅得比较碎了哈，冻油咧，所以后背当冰下去。哦，冰下去，放去只蒜头的香味就好咧。胡椒粉，因为叫先炒有香味，够加水啊。哦哟，安多。好，就要。哎呦，澄清的客家话有进步了。你要不要澄清一下？还有甜粉呢？哦，甜粉呢？哎，甜粉。水冰下来。哦。放去焖啦。放去焖一下。你为已经入香了啦。拿过来啊。的盘子已经越来越浮夸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只有8个人。真的，喂。其实会拿花，但是我是拿手套啦。手套拿来摆盘，不要紧张啦。来，面线煎好哦，摆上去。我该是就外背擦擦的，该没抽过啦吗？切啊，该算系劲风啊，没抽过啦。然后又什么给它麻辣锅的啊？你看个盖它该辣油哎嘛，改东西是变成麻辣豆瓣酱嘞，又辣嘞。啊，俺头人想到嘞，该豆腐哦，怎么该有先破锅变成臭豆腐？因为该煮起哦，嘿软哈，软的。那如果再加上软该豆腐，就分不出来了。最重要是唔会面的。较便宜份送伊，让因吃蚕豆做得嘞，又出来先冰一半。好，一半等下袂送伊白水。怎会上冰哦？去冻饺子熟的啊。那在勾芡之后，勾芡之后。嘎斯摸手味那个就是有一个呛辣味吗？不会啊，韭菜不会。是因为它有勾芡，它的温度冻。哇！马上熊文学，马上熊文学。现在哈尼拜都太传堂，昆豆店的菜色要知道是对你一家之主跟评审欣赏做出来，好多哎。我强龙的放弃啦，你春豆咧都不怕餐桌表现，每做咧都寸烫卖哦。一定会看下你的节目长好的多。真的。你也做嘛该使用到了头料理啊？一直讲爱跳讲个广炒面嘛，跳讲你的中式那种广炒面，伊的想法是嘿。捞点面啊、煎狗啊、破狗啊，当个做一只可能海鲜酱啊嘛，酱拎上去。今天你的主题是用来猪贴啦、咸菜啊，这啲搭配。口水是流下来。系啊。拎上去。那辣椒呢？椒等下回停。其实唔建议做真紧冻好，不过俺老人讲吼，10分钟过去了。唔怕，俺你今面啊，天天的做，到你的画面保留好多对。那你还有要画画吗？不是画画，因为等下你还出来摆上去。好，换一只手套。好，蛮多手套的。还有一只。你其实系哆啦 A 梦吼。哆啦 A 梦，因为你卫生，该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平常在家里做菜都会这样碎碎念吗？唔口马盖最有名。中白钳。好啦，除了中白钳之外，还有你还真的很会接。你看有不会的吗？我想说，请问师傅你结婚了吗？主持人呢？好，换一只手套，该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平常在家里做菜都会这样碎碎念吗？唔会，莫讲会太出家动无聊，所以你一听一边走一边讲。我应该问一下哦，为什么有一些韭菜要先炒，然后这个是用生的？韭菜炒在里面，酱料就有味道，因为酱有味道。啊，你当个是配色，因为好呛。但是佢有个热气吸入下，佢咪会有香味出来。好，哇！来，
开始冻酱哦。哇！来，摊腿注黑见面线。好，按钮之后谁溜？好啦，先出题目啦，已经係頭題這個，人的印象就會識啦。哦，豬血哈，用半音製作啊，會變到咧豬血塊。好 ，A 係加染水啊 ，B 係加咧玉米粉。好，答案係 A 也係 B。好，請猜拳啊，派出代表。媽媽來吼，顏潤杰卡箭頭殺條布。好，箭頭殺條布。你忙先抽哎，先抽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可能加玉米粉呢？我没有化学老师啊。哦，化学老师啊 ，A 啦，对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加了沾水，那个玉米粉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效果并不会呈现出这个凝固成块这样的效果，因为我们砍根的时候才会用那个粉。砍根是什么？是勾芡，预热。天椒啊，天椒。啊，我们听一下法式西餐大师，你就使用法吗？你咪就講我係 A 哈，看答案係嘛？哦，你係 A，你係 B 咧嘛哈？好，公布答案啊，答案係 A 啦。好，豬血地維毒啊，有啲係凝血酶，好，做得到你係血液凝固，好，而鹽裡面好具有檸檬酸鈉、草酸鈉，還有草酸鉀等物質，可以使血液加速凝固。哎，哦，謝謝，這些都不是重點。學東西，對不對？摸也糖哦。啊，建議下嗎？需要嗎？啊，以上係40分啊。對啊。顏潤杰，吞口水了。吞口水。緊緊凍香，很香，很脆脆的。哦，凍香啊，凍香。真的是太棒了，好特别的结合，好棒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而且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的这个面线蒸饮都会跳。我们没有说你骗我们，但是我们不相信，对，我们不相信，太好吃了。啊，你专心慢慢选，很重哦。好啦，我们就这样端着。等一下，这位已快是是比例哈，刚刚我们是1-1，对不对？你很电气哈。好啦。你位置可是1-1，等一下最尾了哦。啊，总得咯，全国来加分了哦，凭真本事咯哈。好，马上来进行最尾这个咯。爱喜太祖谱，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特緊張嘅殺亂盤麼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富橋，馬雞最有名。中白鉗，中白鉗，好啦，除了中白鉗之外，還有一個，還真的，很會接。好啦，不是中白鉗啦，不過我就有一個東西哦，真正凍就名哦，等一下打開來來睇下燒解一下。好，打開來咯。哦，噔噔噔噔。哇！西內瓜西安很多西內瓜不過大家光是想到這個小黃瓜，是不是它是我們的好朋友？怎麼說？都內島邊都是都早餐店、敷臉，全部都會用到西內瓜而且都福建要島邊啊，喊咖黑飲邊要島邊也是農業很主要為主的一個鄉鎮。故說要島邊呢，除了中國為以外，要的瓜果類的啊，也是非常的盛產，而且要島邊產出來嘅西內瓜水分特別多，含特別甜哦。係啊，今年哦，那安河嘅富橋嘅最有名嘅風果要做乜嘅料理咧？黃綠紅黑白配，黃綠風烏拍配。這個是繼我們的海帶泉州新的泉嗎？沒啦，該錯啦，那個風係節瓜，西餐子弟嘛哈，該凍貴哦，好用哦。綠色是風瓜，哦，棕色是鳳吹頭，烏色係乜嘅咧？烏嘅條骨，白色係乜嘅咧？臭豆腐，臭豆腐。啊，你咁樣做咧？
该全部都切档呢，母的豆腐到树豆腐会先铺过，哦，安迪咧吼，啊，哎呦，是好嘞，冇啦，哦，钓鱼都是好嘞，钓鱼都是好嘞，黄绿红全部用啊炒是炒的。唔怕，等一下靠两组的创意啦，口内吼走出了一个料理让英雄冇强啊，没做对咯，哦，没做对，好，等一下献出题目。这个卤蒙过的时间，用半音无刺激，口感清脆呢。A 斜切 ，B 去籽 ，A 哎 B 呢？好，剪刀石头布啦，剪刀石头布啦，剪刀石头布，马上，谁是拳王？好，拳王嘛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来。 A 啊 B 呢？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好的，老花的可以看2次，可以看。好，来 B 啊，暂停来，暂停哦。我们有物理老师哎，好，化学。这个跟物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记得上的是 B 啦，不过虽然我哋未上的是 B， 不过冇办法啦。到底答案係嘛嘅咧 ？B。Yes。不过做嘛该喊我老大家讲一下。好，用班呢，该蒙怪只要水分下肚，建议去卤的千面油啊，慎用小黄瓜去腥处理，即可保有它的脆感，含唔会卤的时间一直出水变软。哦，太好了！好，30秒，30秒。我们有厨师帮帮我90秒。细串盘他们总不是。真的，好啦。可是他很可惜，因为一堆啊都还没有蒸馏的机会。对啊，等下把握一下好不好？等下就用30秒来蒸馏。对，30秒，不用厨师帮我们做。好，大家咧开始最每一关咯。备战状态哈，等下等下全部切一块一块嘞。啊，我的油已经热了，哥哥。 你怎么了？好紧张，干嘛？好紧张，会冷是？准备开始。好，不用全部都弄下去吧？全部还没做对啦。没做对，那我切一丁一丁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按样切的是在该内挂没有按样切咯哈。其实我对民族美女主持人她刀工非常有信心。真假的？对我比较没信心。哦，对你是。其实我刚才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你做了什么。我猜拳都有赢哎。等一下呢，第2棒就让他表现了啊。对，不过给他我会答题，因为毕竟他是化学老师。哦。给你做一点事，小盘子。你给他做我们的粥呢。 他现在不能做，我想要知道一下。好。这个豆干2个都要下去炸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哥哥你会吗？你有没有什么要先问厨师的？你看有不会的吗？哎，我想说，请问师傅你结婚了吗？主持人呐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师傅拜拜。哦，那就狂开片了。哇，你有糖呢，你的哦，安样呢？嘿。潘呢，拿来。 你想抬4伏艇呢啊？你不是开始哦，来问五金哥哦，我就说，你有没有走？他说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现在来完全照记的讲。好，两下切好嘞，切豆腐干哈。我们这个有学过喽。他说开3专业术语。哦，1开3是吗？1开3嘛。对，1开3。什么叫做1开3呢？对。有宫格。一片里面切。要全部切吗？大哥。对。我们大哥要全部切吗？ 全部切应该刚好了，对。你叫大哥，嘿，他搞不好比你年轻呢。你这什么话？这我说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。哎呀，该切豆腐哈，来到一个也是一样嘛。1开3吗？冇，先对半碰。哇！拜咧，拜咧，惨咧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。第2棒无马上。我老讲，肉条快体咧，唔会咧。一样切丁。你要快体咧，唔会咧。白香香啊！等下调色，就是太小的就不要了。咩很因白体啦？哦，我整个人坏掉。好，等下嘿，妈妈嘅时间，你要调色调喷的哦，你要调破的哦，唔会咧哦。妈妈加油。 你話要加咧，要加到要加5重腰啊！加多油咧，你改片加5重腰啦，你老給加5重腰啦。我做的还不错吧，大小差不多吧。好大丁哦！你看旁边有个球豆腐。对。哎，那个是要带回家的。好了，哪个人讲？哎，
有真个老大家讲一下哈，因为你可先讲，你就其他的想法还嘛个想法？对，你是有其他什么想法？你们个想法？哦，就是切的造型会不一样。切的造型，哦，也可以哦。那你觉得我切的有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吗？绝对还可以，还可以，那就是没有，对，没有。好了，去我们那边看看。两面做在盛捧。好，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在做喽。你会抛东西呢？哎呀，因为明珠姐在看呢，没有她那么厉害而已。哦，再拉一下。好，拉一下。要不要做其他的事情？有没有其他东西？没做在现切的。孔一，要不要先降温下来？通通倒进去哦。哦，土豆酒我小心哦。因为他也只剩这个动作有办法做而已，他难怪我们一直说要切手。好，那你切萝卜嘛。好，哎，这样子很，会蛮哎特别的。物理老师就是不一样。对。啊，你都敢拿胎？敢拿胎吗？敢拿胎吗？敢拿胎？嘿，红马街啊！哎，这后走义胜的。怎么会不会太跳了？慢慢走，你切这个。然后呢？时间到了吗？可以快转吗？我要来了，我来了。哇，金款呀！哇，这边也是认真的男人哦。哎，解放嘞！啊，你都敢拿胎？嘿，红马街啊！哎，这后走义胜的。怎么会不会太跳了？哎呀，对了，你是学医科的？哎，算是啊，生命科学这个分子生物学。哎，你这个切个头骨差不多是切定好，你会切吗？慢慢走，你切这个。一条一条来了，斜的，一刀掉，哎，不，再多点，丁哎，不是要对半火吗？一刀掉，下去了。给上班，给哎，一刀就好了，一刀就好，切断，好，赶快，一刀就两段，这样，直一点啊，不，好好笑啊！来旁边，场君，其实我了解你，然后头尾切掉，切这个要干嘛？这个是拿削那个竹签哦，好啊，切一半，谁就，哦，他会走对了，轮卷，但是可能是1/3，也是一样一半吗？要站起来，站起来哦，站起来，谁就，越输，后面的手要收哦。哎，他是学医的，他平常都拿刀子的。然后呢？时间到了吗？可以快转吗？我要来了，改变头嘞。好 OK， 来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是就场君走在走哦，一声音走停哦。他受不了。哦，等一下不离了嘞。哦，现在礼佛哦，现在礼佛吗？这什么？水分太多了。哦，水分多。哎，但是这样也好啊，等一下什么就水了呀。好，就慢出来了。摸啊摸啦。哦，不过我真的说实在，1开3的这个大小哦，该口感蛮好啦，该是该感觉啦。该水要变吗？快要抬掉啊！快要抬掉哦。水帮我放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王马莎，往我们的西餐台厨师。嘿，哦呦，今天有恰恰的哦，跟你们那边。哇！哎，可以啦，真有成功。对，有什么条件吗，妈妈？有什么条件？先问妈妈，她好绕筋。对啊。一翻译之后，一翻译。哦。哎，怎么该切开？这个是椭圆形，该冉冉呢。它形状，哦，可能是有摆盘哦。对。哎，不要忘记你有厨师帮我哦。金嘿，金石啊，哎，金石，记得30秒左右拿落一折哦。对。认真起来好帅气哦。眼镜诶，来哦，已经动燃到了。什么来哦？来，妈妈对妈妈来讲是这样的。对。对了，好了，走过去吧。好，先过去了哟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终于什么换你了？已经换棒了。哎，换棒了。他们没犯规。哇！马上切给风水条。绝对有可能。对，我便宜耶。你们刚刚除了加调酒够，还有干嘛改？加一点点糖。汤哈。哇！手脚没动惊呢。对啊。没时间呢。我严重哦。嘿，可能是被第2棒耽误。应该是不要这么诚实吧。哇，金款呀！哇，这边也是认真的男人哦。
帅。哎，难怪哇！哎，解发呢！哇！俺让你讲，俺到底要建模哦，除了看过七师傅阿勇铁，没看过没有，赢了吧？金哥，有。你开便当店的时候的小黄瓜也都这样切哦？没有。我想说你的客人太辛苦了。以前当兵的时候是在金门煮给司令官吃的。你看，厉害哦！像咱们的这个李登辉、唐飞、连战、郝柏村，我都有煮到。哇！你们有吗？没有，输了。对啊，没有煮到。哦，因为主管马上写陆军的总部组又主问司令俩的国安局长、国防部长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赢定啦！哦，先帮你炒一下，俺这先枸杞哦。好。哎，俺这怎么改为空空空？对，刚刚发生嘛事情呢？你就看一下，惯性一下，不灵不灵不灵哎！你就看哦。你有加什么让它不灵不灵不灵的？我有加油膏。哦，它就马改而已。酱油膏就可以 bling bling 哦。对。摆盘哦。哇，法式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它就有摆盘的东西，每集听我收给哦。香油哈。对。你有试味道款吗？激动眼镜呢。对。他感觉好温柔哦。好，可以。我们都不敢打扰他哎。莫宁哥，因为我做菜本身就很专心，对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好了，让他好好做。好，哥哥。哎，您蚕豆嘞？蚕豆嘞！哇！好厉害哦！天哪，我都以我们红队为荣了哎。是全部不用怕，不用全部放没关系。好，哎呦，你翻译官呢？对啊，量够就好。我来的用意，你现在才发现，现在看到。哦，你负责煮出来，你负责翻译啦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会不会调酱哦？那你有一些花要不要用红萝卜来切？会有红红绿绿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你们要厨师帮我吗？会吗？还有厨师帮我呢。会吗？好来啊！帮什么？退休嘛该。退休嘛该。做。好了，赶快帮对方做一下。好了，哎，我们很秋哦。好，技师，开始吗？技师开始。完成。喂，帮我试一下味道，拜托，帮我试一下。有没有？味道会试一下味道。没嘛该。差很多。胡椒粉。胡椒粉，赶快，太甜了。什么是胡椒？太甜了。哦。那几款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还有30秒。搅一下，搅。你看陈清哥在淌血了。你怎么马改呀？你刚才有吃蜜通吗？你有试味道吗？有。走对了。他自己喜欢那个味道啦。闽南人比较喜欢吃甜。4、3、2、1，完成。有后 C 喽。你要拍那稀的石头来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传到的倒数了哦。白盘就哈，就白盘哦，白好嘞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球的吃车困难料管低度，那一家张系列太重谱嘞。好的，等下吃车呢也有一些挑战性，而且我觉得刀工也是很重要的表现重点哦。你看太嘎，你看各拿出去给它笨蛋了，哦。全部懂腔哦啊！我们现在要吃里面的小黄瓜，还是吃这个小黄瓜？吃冻熊会写的哦。好，先走的，来，请注意我们切的多漂亮，好吗？真的，尤其外面这个。非常香感觉头料理。甜甜的。声音啊，袂冻好食。哎，录音嘛冻好食。你系录音吗？我系录音的。还是声音？他们做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哎，你们异口同声哦，谢讨论过哈。好，唔怕，聊下玩来对的哦。好 ，OK。好。你看骰子，我们这个是做虾松的概念。然后我们是连下面都可以穷下些咯。像我刚才讲的哦，俺是较感觉吼，俩头出来，俺还好是该抬的，它比较大力那个骰子的口感，读得好适口啊。可是我的是适合搅拌葱花丝啊哈。
摸恐龙。你还得吃到对方主任用班呢，澄清哥哥。有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他也只会讲这句中文。真的好吃。发现料理不管好不好吃，张伯谦都可以吃很多。对。好，俩时间呢，紧张的时间来咯。卢师傅抢本分数。恭喜！恭喜！韩语，金师傅抢本分数。恭喜！澄清要哭了。不会，懂好谁吧？好了，咱来谈一下吼。为什么？伊是讲两片咧政策咯，咧个口味的部分，遐片有的可能甲酱冇煮个按究，所以伊甲个别的味道分开了。好，俩到是政策，伊可能熟到好久，可能伊一直紧来煮来调肤管啊，就调咧放出来调紧来煮咯，伊个梅头又熟咯，滴袂倒去。我的想法係話，因為佢係解放臭體話下太對摸熟啦，我條身又熟悉。比較起來啦。下摸熟，因為從台地用班，又熟又會摸熟，下台地是多摸熟，按啥的按用停。基本上都要煮風吹條嘅時之後，就加水傾起來一下啦，不幾熟啦。啊，佢嘅擺盤真緊凍醬。其實凍難啦，因為佢條絲就是混做在裡面啦，真緊凍難，真緊做得凍吼，真的，尤其係切工哦。今日比賽呢，還有一個輸贏，唔過講真嘢，兩片都動槍哦。風吹得到1分，藍吹得到3分，恭喜！恭喜！那先來，好啦，恭喜藍吹得到加出擊3球。哇！恭喜！我們還有一個紅天珍珠嘅小泡泡。小泡泡送給你，哥哥你就留着吧，因為弟弟可能用不到。應該可以換現金比。內行。現在堂課呢？今日其實動換季啦，媽媽佬來了吼，強下來比賽啦，應該是很難得一起煮菜，對不對？對。和強下來比賽了，媽媽先來講一下心得。很高興可以有機會參加這個節目動換季，謝謝。贏了可以真有哦。可以真有。好，30秒給你開始。第一次錄這個節目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，因為比較緊張一點啊。下一次來可能會更好。行白我也來哦。我其實看起來吼，我們的五金吼，煮菜嘅世界的動就信心，很有自信。我講話又點吼排泄啦，我有點害羞。行白很有技術。我們繼續來挑戰站這個位置。冇問題啦，恭喜得到3000票。一共都看無按順，唔過呢幾懂色彩，這其實是很多 CMO 要的一個特質。你居然共聽都用唔色彩，像這種就 game over， 就直接刷掉。好，來聽一下澄清哥哥廖拜參加心得，跟大家說一下。就是輸贏是無所謂的啦，但是今天很開心。這個能夠呈現這麼好的東西，讓大家真的不錯。那我也這個車票我也買好了，等一下我自己坐車回去。唐軍呢？非常開心，也昨天認識到明珠啊、安妮啊、和那痛體啊、台尬啊，真的覺得一切都值得。非常感謝，非常感謝你。好啦，來到呢節目參加參賽站呢，越來越多人呢哦，各行各業當中不分年紀呢，都會來參加呢個節目。呢對呢個節目呢，就係最大嘅收穫，咩係觀眾朋友最大嘅收穫哦。聽聽呢個節目，向下看到，各行各業帶出來嘅好事呢。所以啊，唔管你係兄弟還係媽媽佬來哦，全組的咧全部下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，你等等的出現咯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